各位教育界嘅同工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第二語言教學系列第2集。呢一集將會探討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嘅發展次序。重點包括3方面。第一，非華語學生同華語學生喺入學時嘅分別。第二，非華語學生學習第二語言嘅發展。第三，我哋睇下點樣設計教材，以配合呢一個發展，幫助非華語幼兒有效學習中文。首先就係非華語學生同華語生喺入學時嘅分別。開始前，我哋需要先了解非華語學生嘅前備知識，即係佢哋本身有邊啲語言基礎有助學習第二語言。現時老師面對非華語學生一般有2種情況，有啲學生可以用英文溝通，有啲學生就只能講家鄉嘅語言。咁嘅情況係會直接影響佢哋同老師同埋同學之間嘅溝通。一般嚟講，幼稚園老師教字詞嘅時候，大部分都係同生活經驗有關嘅字詞，而老師喺教導中文嘅時候，一般會涉及3個元素：字形、字音同字義。對以廣東話為母語嘅學生嚟講，佢哋已具備喺日常生活中累積嘅字音同字義，只需學習字形即可以完成詞語學習。例如我哋講小貓，本地學生懂得講出佢哋嘅讀音，亦理解係一種寵物，即係已經掌握咗字音同埋字義。教師只需協助佢哋將字形同呢2個元素連結，學生就可以完成小貓呢個詞語嘅學習。但非華語學生就可能只理解小貓係代表某種寵物，但未必知道佢哋嘅讀音，亦未能對應佢嘅字形。教師就需要先協助學生將字音同字義連結，再配合字形，先至可以令學生成功掌握小貓呢個詞語嘅字形、字音同埋字義。雖然老師喺教學時會展示圖片，但係喺呢個階段，非華語學生更加需要加強對字音同字義嘅理解，之後再引導佢哋去認識字形。我哋嘗試利用變譯理論嚟分析呢種學習。巴士同埋的士呢2個詞彙，士呢個字係相同嘅，而唔同嘅係巴同埋的。非華語學生可以透過觀察2個字唔同嘅部件、字形同特徵，再配合實物圖片嚟學習巴士同埋的士。至於字音方面，同樣地，士字係相同嘅，可以利用實物圖片引導非華語學生學習讀出巴士同的士。由於中文巴士同的士都係由英文翻譯過嚟，老師可以考慮配合 bus 同 taxi 嚟向非華語學生去解釋中文嘅由來，並指出中英文讀音之間嘅相似之處。至於變譯理論嘅詳細內容，可以再參考第6集嘅影片。因此，非華語學生喺學習中文嘅時候，佢哋嘅認知負荷會比本地學生明顯高得多。老師往往會覺得非華語學生學得比較慢，但呢個並唔係學習能力嘅問題，而係佢哋需要更多語言認知活動嘅支援，同埋更多時間去學習。教非華語學生嘅老師大多都希望喺短時間之內提升學生嘅識字量，咁就要了解今集嘅第2個重點：幼兒第二語言發展嘅階段。根據唔同學者嘅研究，幼兒第二語言發展可以分為4個階段，分別係母語期、沉默期、電報期同埋應用期。我哋首先睇華語生呢方面，佢哋嘅母語係廣東話，佢哋入學嘅時候就會直接進入應用期，所以華語生喺學校學習語文係邊學習邊應用。相反，非華語幼兒入學嘅時候，當佢哋想同老師或者同學溝通，通常就會講佢哋嘅母語。呢個時候，老師同其他小朋友未必明白佢哋講乜嘢。呢種情況發生幾次之後，非華語學生就會知道自己嘅語言喺呢個環境冇辦法應用，佢哋好快就會進入沉默期。
沉默期喺老師睇嚟，可能會以為學生對學習冇興趣，性格內向，甚至懷疑自己嘅教學方法。但事實上喺沉默期呢個階段，非華語學生其實係學習嘅，佢哋會聆聽、觀察、模仿，去揾語言嘅規律。所以幼兒第二語言嘅發展係由聆聽能力開始。沉默期係第二語言學習嘅重要關口，亦係老師教學嘅重要關鍵，亦即係要幫助非華語學生盡快打破沉默期，令學生發展口語能力，令口語能力追得上聆聽能力。只有喺呢種情況底下，學生學習第二語言先會有進展，否則佢哋只會停留喺識聽唔識講呢個階段。當學生打破沉默期之後，就會進入電報期。簡單嚟講，電報期係指學生能夠用隻字片語表達自己。呢個時候，老師可以多讚賞、多鼓勵，並提供同埋創造語境，等學生可以應用中文。例如遊戲分組時，讓華語生同非華語生組成一組，令非華語學生有練習同學習嘅機會。當學生能夠接收中文同用中文嚟表達之後，老師就可以透過日常生活溝通，幫助非華語學生建立口語嘅詞彙同埋口語嘅句型。喺呢個基礎上，非華語學生可以更快建立字音同字義嘅關係，學習字形就會比較有效，更容易記得。如果學生未有口語能力，而老師一開始就教字形，佢哋好快就會忘記。呢個亦係老師教非華語學生時常遇到嘅問題。當學生能夠喺語境中不斷運用中文同老師同伴溝通，佢哋就會自然進入應用階段。喺呢個階段，佢哋會喺生活同正式學習中文中掌握語言。老師除咗教非華語學生學習語文知識之外，更重要嘅係創設語境，設計運用語言嘅任務，等學生可以有目的地應用語言。如果只有輸入，亦即係學習，而冇輸出，亦即係應用嘅話呢，學生就冇辦法建立語文能力。喺了解咗非華語學生學習第二語言嘅發展之後，我哋就要討論今集嘅第三個重點，就係點樣配合學生學習第二語言嘅序列，去設計有效嘅教材同教學流程。現時嘅教材設計往往一開始就直接進入語文知識嘅教學。如果非華語學生仲停留喺沉默期，呢種學習係好困難嘅。教師可以善用閱讀圖書時間，設計一個先聽說後閱讀嘅教學流程。呢一部分會由陳老師透過實際嘅教學設計同大家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陳老師。根據教學指引，我哋可以由課堂流程出發，更有效咁樣配合學生嘅語言發展。首先，圖書教學會根據幼兒嘅能力分為3層，分別係 Level 1、Level 2同埋 Level 3。呢種分層設計有助老師根據唔同學生嘅語言起點作為調整。喺語言輸入方面，我哋建議採取先聽說嘅原則，透過大量嘅聆聽同口語活動，讓學生由語音同埋語義入手，逐步建立語言概念同埋詞彙嘅基礎。舉個例，我哋可以由幼兒嘅生活經驗出發，透過活動幫助佢哋建立心理詞彙，同時配合簡單嘅兒歌，加深記憶同埋理解。當學生掌握到基本語義之後，下一步就係建立佢哋對文本嘅認識，例如點樣翻開圖書，理解閱讀方向同埋基本嘅慣例。喺呢個基礎之上，教師可以展開語文焦點學習，包括口語同埋書面語嘅詞彙、句式、部件識字、朗讀同故事排序等等。喺提問方面，老師亦可以根據學生嘅能力層次去進行分層提問，並且視乎情況，靈活運用學生嘅母語去協助佢哋理解中文內容。當進入後閱讀階段之後，
學生就可以以個人或者小組形式嘅朗讀，甚至可以改編故事結局，或者加入創意思維去擴展文本。最後，透過任務型嘅學習活動，學生能夠將所學嘅語言知識轉化為實際應用，加深語言同經驗之間嘅結合。總結嚟講，非華語學生喺學習中文嘅過程中，挑戰並唔係來自能力，而係語言經驗同語境嘅不足。只要我哋理解佢哋語言發展嘅歷程，再結合分層教材同埋適切嘅語言任務，就可以有效提升佢哋學習成效同埋語言應用能力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文化回應教學喺中文課堂嘅實踐方法。我哋下集再見。